喂，80萬啊！喺十里洋灘可以攞到套咩別墅咧？有山有海有埋湖，啱唔啱？仲要咁大嘅花園喎，O 唔 OK 先 ？OK， 睇片。十里洋灘80萬嘅別墅係點樣樣嘅咧？而家就帶大家去睇下啦。呢一邊有個私家嘅停車位，你自己部私家車啊停喺度冇問題啦。電梯井預留埋俾你噶啦，後期裝翻個家庭電梯。OK，呢邊採光井通往下邊噶啦，雙開嘅大門啊，豪宅嘅標準啦，係咪先？呢一邊有個公共洗手間位置啦，嚟到呢度餐廳位置，餐廳同廚房係一體嘅，U字型嘅廚房，全部嘢幫你做好晒。你話掂唔掂啊？過嚟客廳位置啦，咁闊落嘅客廳啊！唔擺翻個100寸嘅電視啊，都對唔住自己啦，係咪先？嚟到咁大嘅露台，鏡頭過嚟摸下，有幾闊咯？你估下，留言俾我，估下有幾闊啦？OK， 落去下邊睇下。OK， 我哋由1樓部分落翻去負2啊，嗰邊嘅位置公共洗手間，光濕分離嘅位置足夠晒噶啦。嚟到呢度可以做翻乜嘢？K 房啊嘛，因為成班朋友嚟做 party 㗎，絕對啱啦。呢個位置茶室。成班朋友飲茶啦，仲有個西式嘅賭台、酒櫃咁樣嘅 party， 你話肯定係絕對係開心嘅。嚟到外邊呢個位置，犀利啦，2000尺嘅大花園，全部送俾你嘅。你話咁嘅生活，享唔享受先？上埋去上面睇下，由負2層上翻去負1啦，一樣呢個位置公共洗手間，光濕分離做好晒。呢邊有間望湖望花園嘅大單位啊，裏面間房夠晒闊落，有埋個生活嘅露台俾你。呢一邊有間套間做長者房啦，或者做客房都 OK 噶，有埋個洗手間俾你。咁大嘅空間，一樣望翻個露台位置，咁樣正唔正先？上翻樓上睇下啦。好啦，就嚟到呢度，位於5樓嘅部分啦，仲預留咗一間公主房俾你啊，同佢套間嚟嘅喎，衣櫃包括埋洗手間，全部幫佢整好晒。你睇下咁樣嘅空間，足唔足夠先？過埋去露台睇下，5樓部分仲帶一個露天嘅星空露台喺呢個位置，平時成家人喺度啊賞月啊，或者係燒烤都絕對係 perfect 啦，係咪先？嗱，最後記得 follow Ricky 我啦，最緊要係乜嘢？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，拜拜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，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